电气制图3要素包括符号、图框和表格。在 ePlan 中打开符号库，符号库中包含 IEC、GB、NFPA 美标和俄罗斯 GOST 标准的符号。打开一个符号，可以看到一个符号由插入点、图形、连接点和属性放置4个要素组成。图框是电气制图的工作区域。ePlan 图框包含 IEC、GB、GIC 标准，含有行数和列数的表达。例如，在一个图框中，0到9表示列数 ，A 到 F 可以表示行数。表格是工程报表生成的模板。ePlan 中含有多达40多种的表格模板，有 BOM 表、电缆图表、端子图表。打开一个目录表，目录表由页名称、页描述、日期和编辑者组成。ePlan 基于此报表生成了一个目录表。ePlan 中有2个数据池：项目数据和系统数据。通过工具主数据同步项目数据打开2个数据池，左侧为项目数据，右侧为系统数据。2个数据池是同步的关系，但是我们不建议用项目数据同步系统数据。在电气制图中，部件也是一个关键的要素。通过部件管理部件，通过部件同步可以看到项目中的部件和系统之间的部件，这2者之间的关系和项目数据和系统数据是一样的。